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近期，南高雄帝王级百货大楼传出有整合出售的意愿，地方听闻表示，希望新的变化能带来新的商机，重新活络当地没落的商圈。虽然房市传出风吹草动，但百货业者也出面回应，其实目前并没有出售计划。高雄五福路上的大同百货是常年在地的知名地标，一楼的街边店有着各类型的店铺，交通位置也是相当方便，走出中央公园捷运站就可以到达。近期房市市场传出风声，土地所有人可能会整合出售。因为毕竟也是一个谣言啊，我们没办法去证实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如果说有新的业主或者是大企业想要来进驻，那我们也是乐见其成啊。其实大同百货自从20年前的烧了之后，其实我们看见其实它的市场面没有很大。如果新的买主啦那如果是也是以 shopping mall 或是说百货公司的形式，那当然它是不是可以再把一个新学家商圈再做另一个升级？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我们都是乐观其成啦。旧大同百货在1995年发生严重火灾后，整栋建筑物只剩下3层楼，整体营运市场一直无法活络。加上因为近期商圈转移，新崛江以及玉竹商圈已经萧条许久，当地听闻可能会有新的变化，都期盼未来收购建商可以往新型商业百货大楼的方向发展，才有机会重新活络当地的商圈。那其实如果盖成住宅大楼，其实对高雄或者是商圈的发展，其实就比较有限。那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反而这个商圈的变化我们是不乐观，是这样子啊。对，我反而会觉得说，它就没有办法是促进商圈的一个很好的方向。还是希望说可以进驻成住商混合，或者是新的百货。那我觉得对高雄或者是对商圈都是很有发展的。建商业者这几年瞄准南高雄市区，不断收购整合该区土地。专家分析，因为今年商业模式以及消费习惯改变，新的商业建案大多都会以多功能大楼做规划，让案件可以弹性使用，分散风险。以我们来看现在复合型的产品其实也蛮受市场欢迎。那对于建商的规划来讲，也比较具备弹性，有可能它可以1、2楼是市场，或者是商店，或者是说购物中心。那照中间的流程，有可能可以做一些饭店或住宅，可以做一些复合型的规划。五福大同百货虽然今年不如以往热闹，但依然是高雄的老地标。虽然房市传出风吹草动，但百货业者也出面回应，目前其实没有出售计划，看来一切都还未定案。如果有新的变化，也期待能够承揽城市记忆，继续带动周边的发展。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在城市中骑共享单车好方便，只是相关的交通法规，民众好像都不太清楚。像是骑车过马路时，到底是看哪种号志呢？交通大队出面解惑，因为脚踏车是属于慢车，在没有专用号志的情况下，是不能看小绿人，而是要看车道上的红绿灯。假如与行人同时起步，就可能会吃上罚单。卡一刷 ，U-Bike 一骑就走，好方便。但是骑在路上想要过马路时，该看哪个号志才是对的呢？我们 U-Bike 的红绿灯是看哪一个灯？你知道吗 ？U-Bike 它是有脚踏车的灯啊。他讲没有脚踏车灯的时候，你是看哪一个？我还是看行人有时候看红绿灯啊，有时候有小绿人来看小绿人的。我会看那个人行道那个，跟机车、汽车一样的灯号。每位民众的认知都不太一样，在路上常会看到脚踏车与行人同时间起步过马路，但是在没有脚踏车灯号的路口，单车是属于慢车，需要看车道上的红绿灯，而不是行人穿越道上的小绿人。只是道路上看到的号志有好多种，许多民众还是看得不傻傻。因为很多红绿灯是一起的，脚踏车跟行人的红绿灯是一起亮的，然后载机车，对，所以每个路口其实都不一样呢。有时候有2种灯，有小绿人，有脚踏车，就有2种。有一款是甲人咧行，你人咧行，你脚车对行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安尼无哪会啦。
今早看到伊嘛袂甲你发啦，伊发生在脚车吼。自行车骑士于人行道行驶至路口时，若路口设有自行车及行人共用的号志，自得遵循该号志的指示来做行驶。如该处仅有行人专用号志，自行车骑士若要其通过的时候，应下车来做牵行的一个动作，否则仍应遵守慢车管制规定，依一般道路号志来指示通行。其实最好的技法就是骑在哪里就看哪里的灯，只是可能南部的人行道比较宽广，常会看到民众直接在人行步道上骑行，但是在没有规划脚踏车道的区域，单车是不可以直接骑在上方，遇到行人穿越线也不可以直接压上去。还会特地骑耶，因为有的时候它的灯指示灯是一起的啊，行人跟那个 U-Bike 是一起的。之前不是那个台北市长，他之前有拍宣导，然后骑斑马线上，就有人说骑斑马线是违法的，然后就后来就没有什么骑斑马线。无多啦，你警车也无遐济啦，你种吼，你像这也无了啦，无拢两粒灯的尔，一粒时间咧，甲一粒人咧行的啊。你脚车你无灯予伊，你惊哪讲？嘛照红灯车顶安尼走，安尼尔啦。就是咱南部吼，脚车无你发啦。那我们自行车的部分是属于《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规定之慢车应遵守慢车相关管制的一个规定。那原则上不得行驶于人行道，应于慢车道或紧靠道路右侧来行驶。为人行道若设有遵22之1行人及自行车专用的号的标志实得行驶通行并以行人通行为优先。根据去年统计，113年脚踏车不依标线号志违规的案件有623件，但是单车违规取缔困难，实际违规数字可能还会更高。在去年7月，共享单车使用人数已经达到5000万人次。为了让民众可以更加清楚法规，或许还需要持续的优化道路与宣导法条。记者陈文君高雄报道。2只黄色小鸭去年再访高雄，展期结束后，小鸭到哪里去了呢？市府观光局表示，小鸭气膜已经回收再制，变身为小鸭帆布包。不少民众表示，能够这样再利用，其实也不错。希望吉伊卡哇和伊西娃娃也可以这样做。去年黄色小鸭重返高雄，吸引超过900万人次造访。现在小鸭变成帆布包，民众都觉得这样的做法还不错，帆布包也很实用。这个理念很好，等于废物利用。我觉得这样可以重复再利用，很环保啊，不会说黄色小鸭只是一次性的展示，然后再把它做成就是纪念的袋子，很有价值，就纪念的价值这样子。市府观光局则证实，黄色小鸭的气膜经过裁切之后，缝制成小鸭帆布包，除了减少废弃物堆置处理之外，更成功的让坚固耐用的帆布变身成防水提袋，让早已经成为城市记忆中的小鸭故事继续延续下去。黄色小，我们是不会想到说会被宰掉啦，但是这个让我们因为这个黄色的，让大家能够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因为黄色小鸭它本身就很可爱啊。那最重要的是，我们也希望能够符合永续发展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创新思维。那同时呢，也能让这个大型活动的这个气膜能够再次的回收。那把这些资源回收之后来创新，然后来做循环经济，然后也把它转变成这个托特包。那也希望这样子的创新思维可以为我们高雄的大型活动立下新的标杆以及活动的典范。经过裁切缝制之后，有300个小鸭帆布包将在高雄港17号码头免费发放给民众。网友也发问：可以挑鸭嘴的部位吗？吉伊卡哇和英西娃娃也会被做成环保袋吗？我觉得也可以耶。如果这次响应的不错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啊。对啊，不然说就是办一次活动活动没了就没了。那黄色小鸭当时在我们高雄的爱河湾，因为要抗这个高雄的强风，还有很热情的太阳，所以它在防风跟这个抗日晒的部分都有精心挑选。那我们后来也选择超过0.9 mm 的这个厚度的这个帆布，然后来进行相关的这些缝制的作业。黄色小鸭是用特制的气膜做成的，回收之后的气膜加以改造成帆布包，再度勾起大家的回忆。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楠梓区有家营养三明治，店家的招牌三明治加入了卤蛋，搭配火腿、小黄瓜以及番茄，吃起来相当的爽口。如果想吃甜的口味，炼乳起司也很受欢迎。
尤其学生下课当点心，分量刚刚好，不论是大朋友或小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吃过都赞不绝口。面包在锅里炸得滋滋作响，金黄色的面包起锅后加入各样的配料，这是美味的营养三明治。夹在面包里的卤蛋是三明治的灵魂，位在楠梓区的这家营养三明治深受在地人喜爱。一份三明治里头有火腿、小黄瓜、番茄以及卤蛋，作为早餐刚刚好，不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而店家的贩售时段分为早上与下午，想吃不一样的下午茶也可以来一份。也有不少顾客会透过外送平台来购买这份美味的营养三明治。我就之前有来买啊，很好吃啊。昨天前天来，他们好像刚好休息吧。哎，对对对，所以我今天赶快又来看有没有卖。哎呀，很好吃啊，真的很好吃。拢好吃哦，大行都好吃。好吃啊，都还不错啊。当初会做这个是因为我们也是觉得这种东西可以当早餐上班的时候吃，其实也是蛮好吃的。这样再搭配一杯豆浆啊，或者是咖啡牛奶。那我们招牌里面不外乎三明治的灵魂就是沙拉酱跟卤蛋嘛。那卤蛋是我们自己卤的，就是有添加一些我们自己的配方啊，然后吃起来就是会甜甜的。再搭配黄瓜跟番茄的话，就是整个就是不会很油腻，就是吃起来就很清爽这样子。除了最受欢迎的招牌营养三明治以外，想要吃甜的口味，炼乳起司也有非常多的顾客会选购。面包里头夹着满满的起司片，外头淋上炼乳，浓郁的起司味与炼乳相互结合，吃起来甜而不腻，让人想一口接着一口品尝。小朋友放学后想来一份当点心，分量也很刚好。最早期只有素食跟招牌而已，那我们后续有继续去研发一些，就是可以在三明治里面加起司片，然后外面淋炼乳。其实说实在蛮好吃的，这样结果我们一推出来，就是有蛮多客人就是会来跟我们买这样子，他们也是说很好吃这样。我们的量也蛮符合小朋友的下午茶，吃完就是刚刚好，也不会说晚餐吃不下之类的。业者用心的做出各种不同口味的营养三明治，让顾客有不一样的选择，也比较不容易吃腻。对于品质更是相当讲究，吃过的顾客都赞不绝口。想吃甜的、咸的，这边通通都有。偶尔想要品尝不一样的早餐或是点心，可以用这份超刷脆的营养三明治来满足味蕾。记者魏国庆、陈英君高雄报道。高雄中都有家在地人激推的面线。一碗综合面线加入3种的配料，让顾客吃完大呼过瘾。而且喜欢吃辣的顾客一定不能错过店家自制的辣椒。老板对于餐点的品质相当的讲究，每一项食材都处理得非常干净，就是希望能让顾客吃得放心。在清面线放上3种配料：大肠、肉羹还有鱼浆。一碗热腾腾的面线羹已经在中都飘香超过10个年头。看似简单的面线羹，得花上老板非常多的时间。而其中最难处理的配料就是大肠，店家把油脂处理得非常干净，让顾客可以品尝到清爽可口的大肠面线。口感很好啊，不会油腻。我都吃综合的，它的料都很 OK。我蛮喜欢的，好吃啊，很好吃，尤其是它的那个面线比较细，比较像有的比较粗，而且不会说那么浓稠。大肠我是拢家己去伫迄个人的大肠大卖进口啊，转来吼，就爱阮太太就爱搁加内面的油，肠啊搁处理一下啊，搁加搁加油吼，内面的油拢加到足清气。所以我的大肠人去食着伊袂惊。所以也看着我的大肠清气，搁高，阮搁过用卤的，所以迄个过程会足麻烦啦。其中最热销的口味就是3种配料都有的综合面线，有许多顾客还会请店家在面线里加入自制的辣椒，让面线多一味。更有客人想特地买老板娘特制的辣椒，喜欢吃辣的顾客可以前来品尝。店家对于餐点的品质都相当讲究，把每一项食材都处理得非常干净，就是希望能让顾客吃得放心。很好吃啊，跟别家不同啊，从他们开幕到现在已经吃很多年了，都一直在这边吃啊。最主要是他们的辣椒酱有特色，外面吃不到的。辣椒跟那个面线跟吃起来就是酸甜，很好吃啊，辣度很够。辣椒是拢阮太太咧炒，就是阮也无讲染什么，伊咧做足简单，但是做起来的辣椒
袂咸，单纯就是只有辣椒落炒安尼尔。阮阁用那个比较好的油来炒。在中都经营超过10个年头，培养出许多的死忠顾客，也因此在价格的部分尽可能不调整，让顾客用亲民的价钱吃到美味的大肠面线。记者魏国庆、陈英君高雄报道。台南中西区的历史建筑赤坎东街日式宿舍，在台中公园眼科提前解约后，市府文化局重新办理招标，变身为角落有猫宠物咖啡厅。店里有12只猫咪，可以陪客人用餐喝咖啡，非常可爱又疗愈。一只只不同品种的猫蹲在角落，环境散发着怀旧温暖的味道。这里是中西区赤坎东街日式宿舍，2016年列为台南市历史建筑，被高雄知名宠物咖啡厅相中，选择在此驻点，签约3年。周边临近我们国定古迹赤坎楼、市定古迹开基灵佑宫，所以呢，串联我们台南市中心的古迹文化景点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潜在点。日式建筑和猫咪的结合是非常合理不过的一个事情。那当你看到宫崎骏的电影，以及你可能到日本去观光，在很多的神庙啦、寺庙里面都会看到有猫咪的出没。猫咪对日本人来说有招财安家的寓意，是吉祥的宠物。猫奴来到这里最适合不过，不仅能品尝到精致料理，更能和12只猫感受历史建筑的独特魅力与疗愈氛围。坐在这里可以跟许多的猫咪，就是他们会这样子穿梭来穿梭过去的，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整个环境可以跟猫有很棒的互动。进来的走道跟猫的互动关系，还有这个日式建筑的搭配，可以看户外景，又可以看室内的猫在里面的活动，那种亲和力很棒，就觉得应该要带小孩来。业者特别规划3间包厢，其中1间是亲子包厢，还会依照猫的个性、年纪分配工作场域，也特别加盖长廊，放置猫跳台、猫抓板等玩具，保持猫咪愉快心情，也保护这栋古迹。记者收怀台南报道。板桥有一家餐馆，走的是文青风的设计，各式的早午餐、蛋糕、饼干，当然也是打卡美食。而且不只是好看，老板娘还讲求健康的概念，全部都用手工来做，要让消费者吃得开心又安心。现在餐饮风流行吃早午餐，板桥有家早午餐走完美设计风格，文青风的装饰给人一种好放松的感觉，光靠气氛就让人好想来拜访。实际上，这家早午餐店的强项是各项餐点，包括早午餐、蛋糕、饼干等等，通通都是老板娘一手包办。先来看看这几款果酱，就是店内的热卖商品。手工制作的草莓果酱，那我们用的草莓都是用台湾的草莓，加上手工的有机冰糖去做熬煮的，熬煮的时间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那另外还有这是我们自己打的花生酱，这个花生的部分是云林的花生，那也是台湾有机的材料。那这一款花生酱的话，最近很多吃生酮饮食的人非常喜欢购买。因为他们吃这个的部分，他们可以摄取坚果的油脂，然后本身味道也很好吃。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对这些有一些研究，那希望可以就是客人吃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商品可以觉得很喜欢。饼干的话是奶油饼干，它的味道就很单纯。主要是我们用的奶油是铁塔牌的无盐奶油，那这一款奶油的话。它的质地非常好，我尝试过很多品牌的奶油，我觉得这个奶油它在化口的口感是最好的。那把它录在这个饼干部分，我觉得它所呈现的风味是又天然又健康。很多饼干它都会去加一些苏打粉，去增加它酥脆的口感，但是我所有的饼干我都不希望有添加物，所以我都特别强调我的饼干打开之后也都是希望在1个月之内吃完。懂吃的老板娘具有健康概念，美食是要吃进肚子里的。除了第一要求是要好吃之外，当然得要以健康为前提，才能让人安心享受美食。老顾客说，经老板娘设计出来的菜单，总能够赢得他们的味蕾支持。
且他们家的牛小排跟炒饭超赞的，那个饭都是有加藜麦那些，很养生。然后水果的话是当季水果，老板娘都有，所以都还不错。那蛋糕的话，他们的蛋糕基本上我们每一款都很喜欢，因为都很好吃。味道很清爽好吃，然后这个茉莉鸡腿沙拉也非常好吃的，就是因为它有很均衡，蛋白质均衡，蔬菜也均衡，然后搭配面包一定会吃得很饱。它搭配的那个巴萨米克醋就是有一点点酸酸的，吃起来蛮清爽。我觉得夏天天气热热的时候真的蛮适合的，然后它蛋白质也够。对，所以均衡的一餐。对啊，我的是酪梨鲜沙拉，然后它的酪梨是台湾的酪梨，我觉得很甜。然后虾子的话就很新鲜，然后整个吃起来很清爽，好吃，对，很推荐。以顾客健康为概念的老板娘也推荐手工蛋糕，这些口味外面很少见，透过它的巧妙搭配，让蛋糕光看起来就能让人食指大动。是 Oreo 的起司蛋糕，上面是重乳酪的口感，下面有一层 Oreo 做的饼干。然后我们千层蛋糕目前是当季的是做芒果千层，还有原味千层。原味千层的话就是单纯的奶油的馅料，那芒果千层的话就是加了6层芒果。那另外我们有做烤布雷，还有做奶酪。这2款奶酪是我们夏天每年都会准备的奶酪。这个是芒果奶酪，下面的话是用香草荚做的奶酪，然后上面铺满很多很多的芒果。那这一款的话是今年新研发的商品，下面有椰香奶酪，然后这一层的话是芋泥，大甲芋头做的芋泥，然后上面再铺一层芒果。这一款我新研发出来，觉得味道还不错。民以食为天，饮食是大家每天的必要课题。老板娘秉持这样的想法，顾客就像是家人一样，用健康好吃的美食持续陪伴大家。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2025台湾灯会在桃园，其中千堂灯区有大小朋友最喜欢的宝可梦，不仅有巨大的卡比兽跟皮卡丘，桃园市政府也特别推出宝可梦限量主题提灯，只要下载由桃园 APP 完成会员注册，就可以免费兑换小提灯，每天限量6000个。超可爱的宝可梦跟桃园市长张善政一起登台亮相。2025台湾灯会在桃园从2月7号开始试营运，其中 A19 的光德游戏场、光临千堂国灯区，结合桃园在地景观以及12公尺超巨大卡比兽，成为灯会的瞩目焦点。市府特别推出限量宝可梦提灯，并在记者会中正式公布，不仅可爱，还有6种变化玩法，绝对是最独特的纪念品。我们以这个光的游戏场为主题，那么尤其是我们要特别强调，桃园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很多年轻夫妇跟小朋友，所以我们今年在桃园市这个展区的这个主打呢，就是亲子。那么什么亲子的主题最吸睛呢？当然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宝可梦。今年我们2个灯区呢，各有两个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提灯。观光署那边呢是溜溜蛇，非常可爱。那么在桃园市这边呢，就是我手上刚刚讲的这个宝可梦小提灯。那么在前几天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试营运。试营运的时候呢，每天我们限量发放6000个小提灯。张善政市长也大推身后的光临千堂国灯区，有巨大卡比兽之外，还有超可爱的皮卡丘以及宝可梦主题的光廊，欢迎亲子跟大小朋友一起来逛灯会。那么我想除了这个宝可梦小提灯以外，大家可以看到背景我后面呢有这个卡比兽，另外不远的地方有我们这个皮卡丘。我想除了小提灯以外，卡比兽、皮卡丘都会是这次灯会里面大家最吸睛，也是最喜欢打卡的地方。大朋友小朋友，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今年的台湾灯会，尤其在我们的这个宝可梦的这些可爱的小玩偶前面呢，大家一起来打卡。
青埔灯会的灯区各有特色，不仅有宝可梦，市府各局处、公庙团体跟社区都规划了不同的精彩展区。近期更有人发现，在会展中心长出了超巨大巨人，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管理局长表示，灯区还有很多隐藏彩蛋等着大家，欢迎民众来灯区揭开惊喜。我们这次主打这个亲子主题，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光的游戏场，就像进入到一座天然的游乐园一样。所以呢，我们都希望大家一进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灯组特别是进击的巨人这个灯组，就有一种哇，我们来到游乐场这样兴奋的感觉。那从一开始的这个卡比兽的这样的设计我们希望这些贴心的用心，可以让不同年龄层的这个孩子们跟伙伴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灯场来游戏。那相关的这个隐藏版设计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彩蛋在我们这个游乐园中让大家去发掘。那未来呢，可能还有一些小巧思会陆续推出来跟大家见面。桃园市限量的宝可梦小提灯活动期间，每天限量发送6000个，只要下载游桃园 APP 并完成会员注册，就能够获得兑换提灯的电子券。下午2点起开放，发完为止，请民众留意，因为人潮众多，也得注意安全。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1年1度的7堵烟火嘉年华在中嘉基隆有线电视对面的公车停车场盛大举行。今年的活动以璀璨天际、7堵最美为主题，安排了亲子同乐、创意 DIY 以及精彩的高空烟火。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到场与民众同乐。绚烂的烟火划过夜空，瞬间将基隆河点亮。一朵朵可爱的烟火出现在7堵上空，显得光彩夺目。1年1度7堵烟火节热闹登场，上百家摊位和烟火数量增加，吸引了民众进场观看。没有写名字哦，2815。2815有没有？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委林佩祥和市议会议员们都到场，和民众共同倒数，迎接壮观的烟火。我们在各项建设都不断的在推进当中。我觉得7堵这个地方附近，不管是未来捷运的一个经过，或者是因为我们要增加就业，附近包括阳明海运的2侧都会有一些办公大楼进驻之后增加就业，这个就代表我们7堵是我们最有潜力、未来最具发展力的地方。那我们一定要努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告别了龙年，龙年代表着刚猛，代表着开创，迎接了新的蛇年，蛇年代表着柔和，代表着丰收。所以佩祥在这边向大家拜个晚年。上万发灿烂烟火把7堵夜空点缀成不夜城，民众拿起相机猛拍照，要抓住最美丽的一瞬间。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一般人眼中的废弃物菱角壳和旧渔网，经过成大教授林宏平团队多年的研发，已经成为经济价值很高的环保低碳材质。现在就有本土企业成功将其导入枕头、棉被等产品，不只有净化的效果，还有远红外线保暖的功能，在寒流中成为热销的产品。现在棉被、枕头等相关寝具顺应环境永续也有了新的突破，也就是将农业废弃物菱角壳变成经济价值极高的生物碳材，而且还结合回收旧渔网的尼龙复合成新的材料。深耕40年的本土企业在成功开发以后，也透过户外教学的机会来教育下一代循环经济的观念。除了耐久、去湿、除味，还有远红外线的保暖，特别在最近一波一波的寒流大受欢迎。有科技的一个就是做法，然后把大地的一些就是资源再利用。所以我们今天现场看到了意境的沉浸事实上发挥科技的功能薄薄的，但是摸起来舒服，甚至保暖度非常的高。科碳因为伊是用生态林教授的技术伊经过1000度的煅烧，所以1000度的煅烧了，伊有足好的远红外线释放率，
含保暖性所以伫这个寒天的时阵，阮甲做成棉被特别适合因为伊的保暖性足好阮有试过用棉片啊，甲放伫咧手顶管以后，5秒钟伊就开始保暖啦为让大家知道将废弃物化身永续材料的新革命，已经落实在我们每一天都会使用的棉被等寝具相关产品。从中央到地方，产官学各界贵宾都到场见证，场面热烈。这个菱壳变成碳然后变成棉纱NaturPC 用纤维，这样保暖保持温度它成为我们枕头很好的枕头的这个材料，而且刚刚有提到了副总的远红外线我睡着就会觉得红外线在照了。但是对身体是好的迎接新的一年，业者表示，消费者只要在1月19号之前到厂拍特卖会，就可以最优惠的价格买到当季新品，为年节除旧布新，迎来新气象。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新北市教育局近日公开由莺歌工商研发的库尼烧陶制作品创意课程，以石门水库的淤泥为材料，运用陶瓷工程技术点石成金，将传统的陶艺工艺结合了3D 列印，打造出独特的陶艺作品。桌上一件件几何曲面优美的线条造型花器和造型咖啡杯陶瓷作品，都是学生们展现创意的心血成果。但陶土原料却是从长期沉积于水库中的淤泥炼制而来。新北市教育局近日公开由莺歌工商研发的库尼烧科技制陶创意课程，以石门水库淤泥为材料，运用陶瓷工程技术点石成金，将传统制陶工艺结合3D 列印，打造出独特的陶艺作品。现场由莺歌工商学生向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说明库尼烧3D 列印的过程，运用长期沉积于石门水库的无用淤泥为素材，转化为在地原生特色陶土，符合 SDGs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循环经济观念。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透过科技创新及技职教育结合，把水库淤泥变黄金及促进陶瓷产业创新突破。在 AI 科技时代浪潮下，善用 AI 科技人才，才能不断创新突破。这次透过许多单位合作共同促成的库尼烧真的很酷。我想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就是 SDGs 怎么样让环境的永续我们竟然可以把我们最头痛的石门水库淤泥变成宝贝那这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兴奋的事情原来石门水库的淤泥竟然可以成为我们科技制陶很重要的材料。而且经过我们的产官学研各个单位的一个测试合作以后，能够产出最具体的一些未来一个莺歌陶瓷就是库尼烧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我觉得对于整个不管是在技职教育，还有整个未来的产业发展，其实都会变成一种流行，也是符合整个 SDGs 未来整个很重要的发展。莺歌工商的学生表示，从没想过水库淤泥能变成陶土的素材。虽然一开始炼土遇到困难，但借由3D 列印的制作方式，做出一般手捏陶无法做出的线条效果表现，收获成长很多。从来没有想到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淤泥，然后结合到陶土里面进行3D 列印，因为以往的陶瓷都是以手做为主，然后这次以3D 列印就可以制作一些手做没办法做到更精致或是那种形状角度更刁钻的作品来呈现出这个效果。应该是炼土的部分，要把淤泥炼成一般要注入到那个机器的那个陶土，我觉得那个过程是比较困难的。简单说一下那个过程，就是要先把它晒干，然后放到炼土机里面炼完之后，再把它放到箱子里面，然后就可以把它注到那个3D 列印那台机器的旁边那个管子，就可以开始列印。我觉得应该是加分的，因为它可以做更多手做没办法达成的效果跟一些花纹跟纹路，我觉得这样是对于制作有更大的帮助跟那个辅助的效果。
新北教育局表示，新北市长期透过产官学紧密合作，将产业需求融入课程，为学生打造跨领域学习平台。在今年暑假期间，莺歌工商及长安国小将办理6场陶瓷3D 列印娱乐影及5场教师研习，从国中小职业试探、高中阶段培养专业技术、科大及产业深化专业及就业力，一贯化培育顶尖人才，同时关注环境议题，希望培养出成为具备专业能力与社会责任的新世代职人。全国首创科技制陶。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由德国好书共享协会经营的海上图书馆旺浦号巡回到基隆，将在基隆港停靠到3月9号。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地登船参访，也邀请各地的朋友登船体验海上的书香世界。Please come and let's together. 那为了拍照好看的话，请避开那个文字的区域。知名的海上图书馆旺浦号巡回到基隆，将在基隆港 CEA 码头停靠到3月9号，为基隆增加了一处海上的阅读场域。基隆市长谢国良与秘书长方定安、跟文化观光局长江庭梅，还有立委王正旭服务处主任林明志等贵宾登船参访。市长谢国良说，能到船上体验书香相当特别，也邀请市民朋友把握难得机会。我想，旺浦号。这一次在基隆的这个1个多月，我们很希望这个有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上船来，然后多看看这个船的设施跟它的一个图书环境，相信对他们整个教育跟成长的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帮助。那我也会跟我的教育处来联系。看怎么样的形式，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上船来欣赏观赏一下。当然也不限制于就学的孩子，很多市民朋友我觉得也应该要来看一看。那我了解这是一个福音船，那传达上帝的很多爱跟更多的讯息，目的是要让我们都彼此更爱对方，然后让这个社会也好，让这个城市也好更为美满。那我想我的工作也是一样，我也相信这个如果能够把我的工作做好，让这个城市的生活的品质各方面的条件能够更好，也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这一次决定回来从政的一个初心。主办单位建议可先在官网线上预约，并提早到达港口完成登船程序，一起来体验海上阅读的美好。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四昆山龙山市过年期间举办清水祖师转运金直角大赛，共吸引7000多位全国各地的信众热情参与。总决赛于清水祖师佛诞当天举行，30万的首奖由1岁的谢成宇小弟弟夺得。谢爸爸和谢妈妈开心地说，要将这笔钱当作小孩未来的教育基金。自昆山龙山市从除夕夜到大年初6期间，举办清水祖师转运金拔杯比赛，总共吸引7000多人报名，打破往年纪录。就连歌手许其成、尤一成也来拔杯试手气。这道吼，伊就是因这道阮真正是买3张票来订落去吼，可是这决赛的时候拢是3杯、4杯，不过其实真的太强了。我感觉做水也零下，伊是真正有需要帮助的参，有需要啦。咱嘛希望讲吼，这位吴志祥提供较好的机会，咱会当甲较好的机会，吼，真正有需要到3工的人来互伊创立更好的需要，让回馈给更好的社会哈。这次总共有1000多人晋级决赛，历经2个多小时的比赛，最后由一位1岁出头的谢宇成小弟弟夺得30万的大奖。我觉得高飞54也能变1234。第一名要对我们好将30万千千吗？儿子谢宇成得到神明眷顾，拿下首奖30万。谢爸谢妈欢喜表示，家族原本10人参赛，最后只有谢小弟闯进决赛。这笔钱未来也将会作为孩子的教育基金。全家差不多我有
就是加他嘛，全家只有他进入决赛。我们家6个人。原本几张卡啊？原本6个，然后6个人。我哥、表哥他们那边4个，我们10个，进3个。进3个，所以今天来了3个决赛的。对，然后2个，一个姐姐，然后一个我侄女，她回去，他们1杯2杯都没动，他们就先回去。所以说之后规划就是他的教育基金，他的教育基金，对，帮他存起来，帮他存起来。四髡山龙山市主委吴志祥表示，小朋友的福运很好，有主事公的保佑，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咱这边哦，咱的主事公的这个哦奖励金哦，由着咱这个小朋友福运做好，咱主事公保庇，伊得到第1名，30万的现金哦，这有当我食牛年粉钱啊，系啊，真正有咧保庇哦。四髡山龙山市清水祖师转运金跋杯大赛，今年共有7000多人报名，比往年多了2000多位，创下纪录。主委吴志祥说，欢迎各地的信众来拜拜，祈求主事公保佑，福运双全一整年。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各组的赛事服装以及提供给选手的礼包，由新北市长侯友宜、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起公开发布。侯友宜市长也提醒大家，双北市壮运将在2月17日截止报名，想要挑战国际赛事的朋友要把握机会。市长侯友宜与台北市长蒋万安一同在台北新版希尔顿酒店发布了2025世壮运赛会专属的6款服装以及选手的礼包。整体设计是以环保、永续、时尚及运动为核心。记者会也特别邀请全台唯一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认证国际裁判长赵伟环为大家展示裁判服装。赛会距离开幕倒数3个月，邀请大家除了报名世壮运，在赛会期间也欢迎进场展现台湾的热情。欢迎爱好运动、年满30岁的运动的这些喜欢运动的好朋友们，赶快来报名。在这里谢谢大家这段时间不断辛苦以外，新北市跟台北市都不断推出了很多来鼓励选手报名的方式。像新北市特别在这一次的运动赛事里面，我们有规划75场次的文化免费之旅，这当中有矿业文化、茶山文化、古迹文化、古装美学文化以及山林文化。更重要的，我们有深澳、铁道、自行车是免费给选手来骑用。所以希望借着这一场活动的时候，让选手们能够踊跃报名以外，更重要能够了解新北市。当然，这一次今天的发表会最主要是服装的发表会。那服装的发表会其实是一个运动赛事，代表着不管是选手、裁判各个领域的一个团结跟专业的象征。侯友宜表示，当一群人穿着相同的服装，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专业团结。蒋万安表示，2025双北市壮运预计将有超过3万名的参加者一同来参与，参加者都可以获得赛会的专属礼包。我今天穿粉红色，是希望跟侯市长搭配，我们就是壮宝的颜色。因为早上我出门的时候，二宝告诉我说：“爸爸，你要穿的跟壮宝一样。”我说好。侯长会穿我们蓝色，我就选粉红色。我们就是希望也透过大家喜爱的壮宝这样的搭配，再一次的欢迎所有的好朋友踊跃报名参与这场国际瞩目的盛会。刚刚侯长也提到，这一次世壮运从今天开始倒数99天，5月17号将迎来正式的双北世壮运，所以今天也特别有好康跟大家分享。所以除了后背包、大浴巾、纪念衣、水壶、餐具，还有我自己个人很喜爱，有一个智慧穿戴性的装置。所以这次的好康大礼包，其实是所有我相信参加各项运动赛事都可以感受到是最丰富、
最令人惊艳。双北市长感谢企业一同响应支持本赛会，给参加者留下美好的纪念，同时也期待有更多运动爱好者来报名参加。礼包的物品材质同样也会比照赛会工作人员服装，采用环保材料，落实赛会永续的精神，同时也兼具了时尚美学，创造出属于2025双北市庄运的独创风格，并传递出共荣与永续发展的核心价值。记者吕启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基隆故事馆历经3年整修，以崭新面貌重新与市民见面。文化观光局表示，展览透过 AI 科技与创新的手法，重新诠释基隆100年来的历史变迁，加上有趣的小旧物件，将为民众带来崭新的观展体验。历经3年修缮的基隆故事馆，终于以崭新的面貌与大家见面喽。附加音效的传唱意象入口，带领民众从1924年基隆设市开始，探索基隆的发展轨迹。透过我们惊喜影像的对比，最新的 AI 科技，去把我们的一些旧的影像以新的方式呈现给大家以外，我们也找到了许多的有趣的旧物件、怀旧的物件，让大家能够重新体会在100年前到现在的基隆有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有当时的码头工人在港边工作，那当时有基隆火车站啊，看到我们蒸汽火车的这个画面。那当然，我们整个基隆的发展啊，没有办法不会跳脱，就是我们港口的发展。透过 AI 技术重现的老照片动画，生动的展现早期港都繁荣景象。走入这个路口啊，就像是我们登陆了一艘船，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基隆这100年来的发展。我们这边有把它做成就是一间一间很像这个单独商店的这个样式哦。那跟大家讲一下哦，上面的这些招牌的这个名称啊，比如说像锦龙商号啊，或者是旁边的合成号啊，以前留下来的资料里面确认有这一些。那策展团队呢，他们就希望就是把这样子繁荣的这个样貌啊，也可以把它复制出来，让大家感受到就是当时就是台湾我们开始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那我们基隆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非常繁荣的一个港都城市的一个样貌。最后进入第3展区，聚焦现代基隆。那大家呢来到这里的时候，也可以低头看一下我们的地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啊，我们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的基隆呢，其实就已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貌了。那我们当然在战后时期，我们开始经济复苏的时候呢，整个基隆市又开始的扩张。那我们可以从就是这些地图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的自己的一些生活经验啊，我相信这个基隆故事馆就可以让大家回忆起就是过去我们成长时期基隆的这些故事还有回忆。期望透过创新的展示方式，带给市民全新的在地认同，重新爱上基隆这一片港都土地。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为了让小学生也能提早探索未来的职业，台北市教育局首度跟星宇航空、空军官校合作，举办航太科学体验营，吸引超过400名学生报名，最后选出30位学员参加。由于太受欢迎，教育局预计今年的暑假加开场次，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参与。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30位小学生穿上机长、空服员及维修人员制服进场，个个有模有样。航太科学体验营在新和国小举办，除了学习航空知识，这次营队还让学生体验空服员的仪态训练、餐桌礼仪和社交技巧，帮助他们了解未来有哪些职业选择，让学习变得更有方向。这是我们第1次哈，我们希望社会上的百工百业有机会从本来从国中开始的生涯教育哈，往下延伸到国小来哈。那我们在国小开始办这样百工百业的沉浸式的体验哈。这一次算是很特别的一次哈，特别有机会跟星宇航空以及空军官校一起来办这个航空体验营。那我们也觉得说，除了让小朋友沉浸式的体验这个职业以外哈，我们也想说，对于在探索自己生涯、自己天赋的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希望设计的这一套课程，包含这个行业可能接触到的各种面向哈，包含了今天有空军官校帮我们设计的水火箭作用力跟反作用力，还有就是拍翅翼，我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用餐礼仪，还让小朋友体验空服员这样子的过程，其实也让他接触到不同面向啊，这个行业当中的不同面向。我们听到很多人敲碗在问这件事哦，因为我们为了要让小朋友有机会是这样沉浸式的体验这样的课程，其实花费了不少的经费，但是因为要让小朋友有机会真正可以体验到这样2天的课程，所以其实不能让太多小朋友一起进来体验哈。所以这一次我们是30个名额，15个男生，15个女生，可是有400多个小朋友来报名，而且是要录一段影片报名哦。但是还是这么多小朋友报名。今天有机会，我们乱数抽到这30位小朋友。那很多家长都在说啊，那暑假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再办？因为我们经费已经挹注，应该会在暑假再办理这样子的课程。至于是1梯次还2梯次就看星宇航空可以支援我们的人力有多少，也很谢谢就是空军官校这边在提供的课程。今天各位可以看到我们是有真正现场的空服员跟机师来协助，还有我们空军官校的学生来带小朋友，所以其实几乎是接近1 by 1的这样子的一个陪伴。我们其实也是尝试第一次把技职教育向下延伸到国小阶段，因为我觉得国小阶段我们其实就已经办很多课外的学生的相关的学习营队哦，但是我们也是第一次把航太科学拉到国小的阶段，也是希望说让小朋友有一点不一样的体验。当然，航太科学里面有很多专业性的，然后包含还有像是空服员美姿美仪，我们会将这个课程把它当做一个初步的国小学生的探索，让他们有机会可以去探索自己未来会不会有兴趣。关于像是比如说他想当机师，想研究有关飞行的相关的一些技术，或者是想要当空少空姐，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让小朋友有机会从小就有机会让他去探索他未来可能职涯的生涯发展的可能性。那他是靠这2片去做拍打的动作，那产生气流。活动安排了丰富的航空科普课程与实作体验，不只有电脑模拟固定翼飞机，还有遥控拍翅翼飞机，甚至可以自己动手做水火箭和手工飞机，让学生体验模拟飞行，了解飞行的基本原理。所以那固定翼是什么？星宇航空的飞机就是固定翼，因为它的翅膀不会拍，这样懂了？固定翼，所以你们等一下飞的是固定翼。对，然后真正飞的是拍翅翼。其实我们很期待说，让很小的小朋友在小时候就有梦想。那当空服员或者是当机师，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行业，但是当维修员、当工程师，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路。所以我是航太人。我从大学硕士、博士到教书，全部都在航太，所以我就用设计一系列的航太课程。所以我还做碳纤维手机座，所以各种的设计，我们都会在教学中呈现。飞行，那你去体验飞行，所以我们会给他说：你今天做的不好，你的飞机是直接就下去了；但是你做得好，对称，还有配重，所以。几个属于 common sense， 但是你在小时候你就知道，那你的飞机就会飞得很好。所以其实白努力定律是一定要讲的，对，所以怎样去制造你的升力，那这些都是一些观念，可是植到你的脑子里，在小时候你就知道了。其实我的学生是航太出来的，但是有的学生是航管、航电、应外系。然后他们培养出来的飞行员，他们会回来跟我讲说：“嘿，我们练航太的还是比他们有比较多的 sense， 包括说你为什么转60度，你感受到的几率是2，为什么？因为我教过，所以他们知道。”教育局表示，航太科学体验营未来将持续和星宇航空及空军官校合作，并预计在114年暑假加开场次，让更多学生能够参与。同时，也会持续引入更多新兴产业资源，透过百工职场体验、职业辅导营、AI 世代人才培育讲座等活动，让学生更早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方向，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为实现北台捷运生活圈的目标，桃园市捷工局规划桃捷第2阶段的路网，其中桃园长庚线路线可行性研究最近正式上网公开招标，预计规划13公里的轻轨与新北林口长庚轻轨串联，让民众可从桃园的龟山市区直接衔接新北林口，满足桃园至长庚就医及通勤的需求。为实现北台捷运生活圈的目标，桃园市府捷工局先前规划桃捷第2阶段路网，其中作为优先推动路线之一的桃园长庚线路线可行性研究，在过年前正式上网公开招标。捷工局局长刘庆峰也说明了路线规划，预计建置总长约13公里的轻轨，和新北林口长庚轻轨串联，让民众可从桃园龟山市区直接衔接到新北林口，满足民众就医和通勤的需求，也完善大坪顶和林口地区的大众运输网路。这一条灰线主要是从桃园的大概三民公园这边开始啊，然后沿线经过长寿路啊，然后忠义路，再到上龟山的这个台地。那所经的路线还要经过详细的评估。这一条路线其实在桃园的3线6线已经各项的建设支出到位以外啊，其实这一条路线在我们的2期路网里面算是优先路网，未来可以再跟新北推动的林口轻轨捷运线啊，可以做一个结合，让林口这边要进出华雅科技园区跟 A 区可以更便捷。那同样的，桃园要到华雅这一带也可以很便捷，在整个这个上龟山地区的供应啊，其实是比较欠缺的啊，它没有像市区那么绵密啊。那如果说轻轨推动以后，可以让这里的交通改善啊，可以大幅的提升。捷工局局长也透露，桃园长庚线除了和新北林口长庚轻轨串联，由于路线预计会经过桃园小巨蛋，目前也初步规划，未来有机会和桃园捷运第2阶段路网的桃园中坜平镇线局线、桃园青埔线青线以及捷运棕线来做整合，方便民众转乘。而招标作业预计顺利的话，可在1年半后完成桃园长庚线可行性研究评估，送行政院核定，期盼能早日来完善桃园的捷运路网。三民公园哈，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巨蛋这边，小巨蛋这里的的衔接啊，我们在做青线跟橘线的时候，其实初步已经整合了。那未来灰线进来以后啊，大概在这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大致上都已经有一个雏形了。好，那将来整个系统在过轨跟各方面的整合，我们会在可行性研究会再进一步的详细去做缜密的。同样的，这个预定的期程，我们大概在如果说今年的年中可以顺利结标的话，我们预计大概1年半左右可以完成这个可行性研究。当然，可行性研究是一个初步的啊。如果将来经过行政院核定以后啊，我们就会再启动这个规划，然后才有后续的这个设计发包施工啊。但是我想这个是在整个桃园的2期路网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啊。我们希望说这个案子可以很容易的早一点通过，让桃园的建设可以更健全。桃园捷运3星6线建设目前正如火如荼展开，丽滨捷运绿线在民国115年完成北段7站通车，119年完成主线全线通车。如今捷工局也开始启动2期的扩充11线路网，期盼能让市民朋友早日享受便捷的交通捷运路网。记者林婷台报道。感谢您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秦碧纯，我们再会。